算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更多来敬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就算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我们一起来宣告。哈利路亚，永不动摇。再来宣告。哈利路亚，永不动摇。哈利路亚，是的，依靠耶和华的人，我们永不动摇。是的，主啊，因为他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的敬拜他，让我们不论身处何地，在怎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给了我们自由。静静地来到你面前，在你爱中我心安恬，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求你话语医治我生命。你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因你，我重新的力量，从忧伤中我的释放。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是的，弟兄姐妹，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让我们得以在这边再一次用敬畏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你将忧伤变为主啊，将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因你，我重新的力量，从忧伤中我的释放。我们一起来更多来敬拜。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
全的自由。是的，主啊，在今天晚上，就求你赐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里，让你的爱再次的复辟我们，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当中，有你成为我们的定准。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我们再说一次，单单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就在这个时刻里面，主，我们要再一次的来说，我们要靠主大大的来喜乐，因为不论我们是在顺境，我们在逆境，我们在至高之处，我们在至深之地，主啊，随是随在，我们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相信你的人
要经历那凡事都能做的秘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主你美好的计划和旨意的里面。主啊，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意念是那平安的意念，是那超越我们能够了解的意念，但是是让我们经历神同在的意念。主，谢谢你持续带领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主啊，敞开我们的心，圣灵你要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叫我们领受这受教的心，叫我们听了明白，我们的心里醒悟过来，我们就照着去行。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又让我们在一次在线上有这样的一个聚集。这个礼拜呢，我们还是要来报告。那在今天呢，在报告的时候讲到，我们呢在近期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礼拜呢都在线上来进行，包括我们的各样的会议。那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每个礼拜六的这个时间是直播，那主日会有2个时间，一个是早上的8点半，一个是早上的10点半，分别是8点半是华语场，10点半是台语场。那我在这里报告的原因是因为或许有一些家人他不方便在这时间参加线上的礼拜，可以邀请他在另外2个时间来一起礼拜。那阿嘎培儿童阿嘎培的时间的话呢，也是在主日的早上10点，会在阿嘎培的粉丝页，所以邀请如果你家中有小孩，或者是最近那个因为这个延长了嘛，所以如果家中有小孩的父母觉得很困扰，不知道礼拜天早上到底应该怎么办的，还可以邀请他来参加我们这个阿嘎培的粉丝页里面的这个线上的礼拜，很好玩哦，因为每次都有好玩的事情在这里面。那周三的祷告会呢，也是每一个礼拜的8点，持续的进行，是直播的方式哦。那邀请大家可以关注这些聚会时间，或者是关注我们的迦南教会的 FB 或者是 YouTube 的频道，订阅、分享、按赞，把它一次都做齐，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亲近神。那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你需要来到教会的话，记得我们是有简讯实联制的哦。那简讯实联制就是扫 QR code， 然后传一个简讯，很简单的方式，但是都一定要做，因为我们要一起来防疫。那在接下来财务部的报告呢，就是呢不便来教会的呢弟兄姐妹，你还是可以透过线上的奉献，教会需要你的支持。支持什么呢？当我们要做这些线上的服事的时候，不只是人力，我们也需要有很多的器材，我们需要有很多这个频宽。现在网络就是你的 WiFi 够强，那你要做各种线上的连接都是比较容易。那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这个未来，关心我们教会每一次的这个聚集。那我们可以用划拨或者是用银行汇款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线上的奉献。那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哦，就是如果你有奉献的话，请你告诉我们。以前有一个人他奉献最多钱，你们知道是谁吗？心里现在默默，主之名，然后无名氏在迦南教会叫有志，对，就是请你要告诉我们是谁汇款来教会，不然如果是什么诈骗或什么的话，让教会会惊慌失措。那要邀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通知教会。那青年牧区的部分呢，邀请这个我们的这牧羊同工，我们在6月26晚上8点半牧羊领袖小组线上聚集哦，请务必预备心、预备时间来参加，也预备你的网路跟你的电量。好，那我们在CNGH49的这个 IG 账号里面，就是家亲的 IG 账号，我们不定期都有一些活动，很好玩，就是可以让我们在家中，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我们的青年们还是可以有很好的聚集。那如果不是青年，你很有兴趣，你也可以来。我们有礼拜天晚上9点的倩说晚安的节目，还有我们礼拜4的晚上有个家亲来家共。那我们其实在礼拜5晚上呢，
也有一个运动的时间，线上运动的时间哦，是我们的运动小组发起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运动的话呢，你也可以私讯给牧师或私讯给我们的青年干事，我们会把这个连结传给你，然后你就可以一起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来运动，是在礼拜五晚上的时间哦。那在儿童牧区的部分呢，我跟大家讲了一个好消息，真的是好消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原来我们实体的夏令营是被迫要配合疫情嘛，所以我们是转成了这个线上的方式。那如果呢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线上的夏令营，特别是教会的夏令营的话，那你接下来就有一个很棒的机会哦，你会参加到第1届迦南阿嘎培的线上夏令营。所以呢，我们在这之前呢，要先做一件事情。如果你已经有报名实体夏令营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报名实体的，那我们会陆陆续续的进行这个退费的动作。如果你已经报名完成，代表你已经缴费完成，那我们会退费。那在退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有上面这个，请大家来关注一下，会要填这个完整的资讯，就是要给我们你邮局户口或是账号，还有就是你之前是什么时候缴费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核对，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退给你，或是你也或许你就算收到，你也不知道那是我们会的。那我们需要做这个2方核对的动作。那退费的申请单呢，就是在上面的这个网页，然后我们在阿嘎培上面也会有相关的公布。那如何要参与在这个线上的夏令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阿嘎培粉丝页，粉专上面呢会让大家线上然后另外报名，对，我们会用另外再报名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有参加实体的呢，不只是退费，你还要再报名线上的哦。那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或你还没报名的话，也邀请你可以报名在线上的。那相关的资讯都会在这个 QR code 里面。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腓立比书4章8节。腓立比书4章8节，请我们一起来读2次。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4章8节，我们再一次哦。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4章8节。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我们的奉献，你可以在其他的时间来预备这个线上的奉献汇款或划拨的方式，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这首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可以在这段时间跟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以祈祷的心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来唱。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深真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
们一起来做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聚会，但感谢上帝能够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聚会，能够让更多在外地的会友一起来线上聚会。神，你知道现在的疫情严峻，使人们都很惊慌跟不安，请上帝赐给我们再次第一次下医治的大能，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得着平安。现在我们奉上时间、金钱与才能，成为你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阿门。感谢主，在疫情当中，仍然让我们有从主来的平安，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我们可以一起来弟兄姐妹在线上来团聚，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很有盼望哦，也是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好用的这个平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使用说明书。那我们在这个今天的经文呢，是腓立比书的4章6到9节。腓立比书的4章6到9节。那在这个时间呢，如果说呢，你手边呢有这个纸本的圣经呢，你也可以来翻到新约腓立比书的4章6到9节。那我们的荧幕上面也会有经文，不过如果你比较方便用纸本的话，你可以在世谦牧师在讲话的这段时间，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新约的地方，腓立比书4章6到9节。在你预备在翻的时候呢，我们来预备要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让我们很有盼望，因为这是从保罗的教导，他自己也这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哦。好，大家都翻到了吗？划开了吗？还有跟上了吗？如果跟上的话，我们要一起来读经喽。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读到这里，其实这篇道也讲完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实用的守则。我可能会创下在线上最快讲完道的牧师记录，因为我们才用1分钟的时间。不过，在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正在想：我已经读经了，为什么我还是这么担心？我已经读经了，为什么这个连假还是让人这么忧闷？我已经读经了。但是我的心里面好像还有那个不满足。世谦牧师要告诉你，今天呢，或许就是上帝让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再次经历在神里面的改造的机会。在今天呢，这个礼拜，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大概每一天只要打开手机打开平板，打开你的笔电、桌垫。看到各样线上的这个讯息的时候，不难发现，这个礼拜台湾都在讲一件事情，那2个字叫做疫苗。在这礼拜呢，也非常近的时间，礼拜5的时候，有一个南投的妇人，她4月的时候，她去美国打疫苗，然后呢，打完这疫苗，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打疫苗不是打1次哦，它有分2剂的，有分3剂的这样。他打完这个疫苗都打完了，然后他6月的时候搭机就回来台湾，结果他在居家检疫的时候，竟然确诊了新冠肺炎，而且不只是他自己确诊，帮他送饭，因为他在居家检疫他在那个隔离期间，然后她的丈夫来帮她送饭，竟然也就中标了，就因此染疫。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就有讲到说，其实你打完疫苗不代表你不会得，打疫苗只是降低他得到的几率，以及即使他确诊之后，这病毒在他身上的活性。这样子，大家听完之后，我们在吵这个疫苗，会不会觉得，那怎么办？打疫苗也会中啊，不打疫苗也一定会中，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就各种各式各样的新闻，就一个一个出来了。到底是国内的这个疫苗好呢，国外的疫苗好呢？到底是这一个 AZ 的好呢 ，BNT 的好呢，还是这个最近台湾要准备好像要出来的这两家公司疫苗好？大家吵来吵去，吵来吵去。不管怎样，让人还是觉得忧心未来。即使我可能打了疫苗，你可能打了疫苗，我们可能打了疫苗，桃园打了疫苗，可不代表大家都打到疫苗。而且，即使我们打到了疫苗，我们又有谁能够确定我们未来可以活在平安、喜乐、完全没有忧虑的状态当中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上帝透过保罗的话来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就是从现在到永远，上帝要让我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你相信吗？阿们。有人会问说，牧师，我会死掉啊？那你在讲这个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不就在乱讲？牧师要告诉你，我不是在乱讲，而且从上帝来这个保你平安的疫苗，你不用用打的，不用用喝的，不用用喷的，听说现在还有雾化疫苗，都不用，你只要这样来想就可以了。在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我们要认识从上帝所带来他自己的平安，他要让我们一起来经历。所以你读这个第一句话，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认识上帝所享有的平安。哇，认识上帝他自己的平安呢？所以他也在平安里面哦，他自己就是平安，不是吗？第二个呢，我们要来操练生命中美好的思想。生命中美好的思想，在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邀请你先来想，我们现场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一天的时间里面呢，你可以来想一下那个比例，你有好的思想的比例，或是正向的思想比例，或是开心的状态，占比有多少？你在担心，你在难过，你在愤怒，你在不解，你在困惑，你在自责的比例有多少？当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其实人常常会被一种东西来影响，就是我今天的标题：假消息。而且我们面对假消息的相信程度叫做死性不改。什么意思呢？就是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不一定会改哦。而且你要我改，那我死好了。有些人是这样。我们要来看见这些消息，因为一个人在圣经里面很有智慧的话里面就有讲到说，为什么这个死性不改，这个假消息，为什么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改呢？因为跟你怎么想有关。在箴言里面呢，就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右边这个黄色区域，请，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因为你的心怎么想，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这是箴言的话，非常有智慧的话语。而另外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生命中很多假消息、假想敌。假信念，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靠着属血气的。
好像用各样的方法，在这边有讲到呢，人呢很常会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在那里面了，就是会有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计谋，很多拦阻人认识神的事。等一下，在我讲的过程当中，或许你就会开始发现，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或是你昨天，或是你刚刚正在想的事，或许它就是拦阻你跟神连接的那个营垒，就是那个让你好像离开了神，没有在神的里面。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呢，要攻破这样的一个营垒，而且要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所以你的心意其实很重要。你的心意很重要。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讲道中有讲到说，有一年我说有一个得这个广告金句的一个名言，他就说心是最大的战场。我记得那一年的时候，我在写那个日记的时候，我还把它写下来。心是最大的战场，那谁是你的敌人？在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信念，它就会好像一颗种子种下去。在种下去的时候，如果是悲观的信念的话，它通常会带来长期负面的思想。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土种种子的时候，你不会只种一颗，你会用撒的，或是用这样子排的方式，或者现在用机器的方式，非常精准的去下那个种子。总之，下种子的时候不会只下一颗，因为你不会希望它只有一颗长起来。但是我们的悲观常常在所有的种子里面。我刚刚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比例有多少？你用多少时间想好的事，多少时间想不好的事？但是之前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阵子非常流行，每一天要来点负能量。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甚至还有出书哦。他讲到说，你应该每天要来点负能量，不错啊，可以让你知道说，你就是我们应该要来怨天尤人一下，应该来抱怨一下，抱怨有益身心舒畅什么之类的。可是牧师，你却告诉我们说，不要让自己在这个悲观主义，不要在这个悲观里面太久。为什么？因为其实在那写那个书的作者，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书的内容哦，我有看过那本书。其实他真正要讲的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啦。你要知道你生命中的真相。有很多人他是那种假正向。什么叫假正向？又讲到虚假信念了。就是他开始告诉他自己说我很好，我很好，我很好。其实他内心真实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他是假的乐观主义。但是牧师不是要引导到悲观。我们要怎么去突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每一天来点负能量不错啊。他其实真正是要讲的是说，要你去面对你生命中的真相，接受你自己会有负面情绪，接纳自己人生中的不完全。然后这本书就写完了。然后看完之后，你就要问，那然后呢？那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应该怎么想？那个方向是什么？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很重要，就是方向。上帝给我们的方向不是悲观主义的方向，而是什么样的方向？我们继续会讲到。当你的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呢，会开始发芽。你用什么来养它呢？你开始去想你的思想。你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在看什么东西？你每天花最多时间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来努力？你每天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告诉你自己，来调整你的价值观，来建立你的价值观，甚至建立你的世界观？或许有些人他常常用忧虑来灌溉自己生命中，成为了那个好像养分的东西。但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是用这个忧虑、用这个焦虑来种植成为你种这个东西的养分的话，你接下来你会发现，那个害怕会越来越多，那个忧虑的时间会越来越多。在有一段经文里面，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到位哦，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读的时候，也就是在马可福音第4章讲到说4种土。当福音它来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领受福音啊，可是为什么果效不一样呢？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甚至有的没长出来呢？因为当我们用忧虑来成为它的养分的时候，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领受了福音，可是有一些人他却长不出任何的果实来，或者他在长的过程中非常的艰辛。为什么？因为他长在荆棘里面。世上的忧虑就好像那个荆棘一样，它长得比你还快，把那个福音的道挤住了。如果你的土地上都是这些荆棘，都是这些世上的忧虑的时候，都是这些钱财的迷惑的时候，你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些私欲上面的时候，上帝的福音对你来说，或许更感受不到，更没有帮助，它是次要的，阻止了福音对你的影响力。你让你自己的生命，关闭了那个领受神祝福的管道。所以我们更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么努力的想要做线上的礼拜、线上的活动节目，还有线上的小组，目的就是要带领弟兄姐妹们，不论你自己在哪里，我们都要跟神跟神有关的人来连结。这个连结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好让我们的生命不会把那个道挤住了，没有结实的机会，没有长出那美好果子的机会。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可以举个例子哦，我自己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我常常会在想在这个疫情当中，我平常就没有在关心这个人，我现在突然要去关心他，超级尴尬的，对不对？如果有些你是小组长，你有一个组员，因为平常会见面，比较不需要特别主动去连接。可是在这个时候，线上的时候，你要关心任何人，你好像要特别主动。我现在要去关心，可是我好担心我会词穷哦。有没有人有跟我一样的困扰？你想说牧师你超爱讲话的没有，我也是会词穷，好不好？或者是你会觉得说，我去关心人家，人家会不会觉得他突然关心他，我是不是对他不怀好意？我们开始有很多的思虑，开始用那个年轻人的讲法，就是我们常常会脑补啊，而且我们脑补的内容是什么呢？脑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自己去想，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想的自己对，别人就是那个样子，然后最后你就把它想成那样子，可是实际上跟真实的他好像可能没有关系，或是那个事件完全搭不上，因为我们自己脑补了很多东西。不要用自己的思虑来脑补，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去想。而且我们通常在脑补的时候，都会根据我们自己的负面经验。你以前最惨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你以前怎么拒绝别人的，你就会怎么想，你会被别人怎么拒绝你以前在这个聊天当中、这个关心当中呢、牧养当中呢、祷告当中呢，好像有什么不好的经验，所以我只要做这件事，就都是叉叉叉叉叉叉。你会不会很常脑补你自己？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而当我们开始灌溉这个养分之后，你知道吗？一个人他如果一直在负面、焦虑、忧虑当中，甚至就像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他把他自己呢放在这个苦毒的里面，他会用很多的不满跟嫉妒来开始渗透在他的思想里面。就好像你在种菜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种菜都会撒那个农药，你撒的时候它还是可以长啊，不过你要吃的时候，你敢直接吃吗？大家一定要洗嘛，甚至有人说就是农药都洗不掉。当你自己农药是要防虫的，可是到后来其实人体也有害。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好像要来保护我们自己，但是到最后可能也害了我们自己。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去做比较，这也是跟我们上个礼拜所说到的一样。每一个人都要去看他自己的行为，如果有好行为，他可以引以为荣，不需要跟别人的成就相较量。他用途是用在当你发现有一个人他做错事情，或是他远离神的时候，你不是要去 judge 他说你怎么这样，而是要去想我自己是不是也在这当中失落了，我应该如何去把这个人用属神的方式挽回过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在讲让神来成为我们的保护跟隔离这些毒害。
而且在上个礼拜也讲到说，每一个人都不要自欺。其实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神知道你都在做什么，神知道你在种什么。有人说：“哦，原来神知道我都一直在种忧虑的种子，原来神知道我一直用苦毒来渗透灌溉我的思想。”感谢主，让我们透过听他的话语，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从这个我用这个粽子的比喻来去讲的时候，到最后一个地步是，如果你常常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然它不是一个绝对，就是用这个悲观主义或者什么，可能有很多 mix 在一起的状况，很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会有论断批评的结果。特别当我们现在都在线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频道，有很多的线上的这些名嘴，有很多的新闻，依据他的立场，会去讲出很多论断批评的话。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批评就是我们会把那个破坏性的论断放在我们的心中，就很像我刚刚说的脑补。你可能脑补只是你原本想而已，可是你脑补到后来你会怎样？你会拿出来讲，而且当你讲的时候，你讲的好像很对，可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人不能自欺，我们心里面都有那个需要回到神所赏赐的意念里面。所以每一次在这几个礼拜，我都有讲到一个经文。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你的心发出的。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谁来帮我们保守呢？就是上帝。上帝不只帮我们保守起来，今天我要带大家回到源头来看，应当一无挂虑。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一无挂虑？原因很简单，原因是因为上帝赏赐我们这一口气息，是要我们活出精彩，是要我们真正了解他对我们的心意。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其实越简单的东西，很多时候是越难活出来的。他对我们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属神。我们拥有属神的意念，但我们也知道，人还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不过，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常常来提醒我们，当我们愿意属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要一无挂虑，因为从0到1是上帝他创造你，他对我们的心意是好的，而且这个心意不是只有对我们每一个人好，他对这个世界的心意是好的。当我们再次读创世纪1章31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们再次来读好吗？请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6日。第6日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了，有这个天地了，有星辰了，有月亮太阳了，有这些动物植物了。所以上帝创造整个世界，其实他的心意是好的，而且他把这东西看成是好的。不过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不就是因为人的缘故，让我们进入到那个需要隔离、需要在家防疫、需要居家检疫的状态吗？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好的，他创造我们的心意，我用这个引用一下。其实他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好像一个树，有没有？在诗篇里面讲到，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它栽在溪水旁，就像这些根一样，它下面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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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帝来的话语，从父母来的教养，世代传承，亲密关系。好，权柄人物，你生长在什么样的文化里面？你有什么样的生活经验？神的话语，他原来的心意是好的，他要让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历美好的事。所以你自己知不知道你是谁啊？我的核心信念是我是无价，对，我们都说我们是无价的。不过我们却发现一件事实，
就是当你出社会之后，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一直在被减价，或者是你在现在面对线上跟实体的挣扎的时候，已经先打折打一半了，因为实体见不到面嘛。你有没有很明白，你有从上帝来的呼召？你被他创造意义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即使遇到不好的事情，神对你的心意仍是好的，而且他是看你为好哦。还有，你有没有信任神？上帝创造你是在这个美好的关系里面，以至于你知道你的核心身份之后，你可以长出上面这些果子。这些果子大家其实都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常常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都知道讲得很容易，然后做，特别在疫情当中。可是还有那个啊，但是怎样啊？我们怎么能够怎样啊？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他看我们，他看这个世界都是好的。而在这当中呢，神创造我们是好的，所以当你发现到你自己的想法好像跟上帝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我用一个例子来举例哦，1922寻求你。什么是1922？现在应该没有人不知道1922。1922就是这个防疫专线。一个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确诊，他好像出现了某一些症状，疑似确诊。他不知道这个防疫要怎么做的时候，他就可以打这个1922来咨询。因为1922会提供他跟这个疫情相关最新的资讯，应该怎么样的生活的守则，甚至如果你确诊，如果你不小心陷入在罪恶当中，上瘾里面，对人的愤恨、嫉妒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你都能够来寻求他。这个1922就是上帝。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讲到，我们一起来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啊，神知道你要怎么面对现在世界的境况啊，人生的说明书、方法都在他的手上。那你还不赶快打这个1922给上帝？不要在今天讲到完就打1922，然后说我要找上帝。我不是这意思，我是在讲我们要常常来跟这位上帝通电话，而这通电话让我们更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应当如何去行。就好像你打给1922，你不可能跟他讲说，哦，你要照着我的话去怎样就才可以防疫哦。一定是对方告诉你说怎么样防疫，怎么样做隔离，怎么样做这个生活，是让你的身体可以更健康。所以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命令上帝要做什么，而是我们要寻求他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你打电话给上帝，你当然一无挂虑啊，因为所有的方法、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答案都在他的手中了，不是吗？而在这当中呢，上帝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经历，透过这个寻求，每一个人你要得着从他来的力量，从他来的爱心，从他来的自制。特别在这连假当中，我们都需要自制。在提摩太1章7节到提摩太后书1章7节到8节就有讲到说，神所赏赐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利用另外一个版本就在这边讲到说，是充满力量，是有爱心，是有自制的心。而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因为你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为福音分担苦难。弟兄姐妹，我们有力量，不是在讲说我们好像可以让自己怎么样而已，而是上帝他的心意都是在群体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之外，也有机会，也有能力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上帝创造你是好的。他的目的，接下来就要讲，他让我们相约一下。我们常常在讲这个约316是什么？为的是要保护你。这个316我们都知道哦，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经历。经历什么呢？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出人意外的平安，叫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用最通俗基督徒界都知道的这段经文，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让每一个人去寻求、相信耶稣、上帝的独生子的时候，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讲到快烂掉，什么是永生？其实出人意外的平安，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它原文的意思就叫做上帝所享有的平安。什么叫上帝所享有的平安？就上帝他自己就是平安，他就在那个完全的平安里面。当上帝他把平安赏赐给你，叫你得着永生的时候，就是你进入在他里面完全的平安。这个平安不会因为你今天死掉，不会因为你今天得确诊，不会因为你今天各样的病痛、各样的意外、各样的灾害，人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把它夺走，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上帝他自己所享有的平安，而他邀请我们要进入在这个平安当中。所以我们不会灭亡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肉体不死，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都能够在这个永生里面享受从上帝来，而且在上帝他自己享受那个平安里面，我们就在那里面。就好像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这地方永远都不会失去，永远都不会有灾害，这就是一个平安的场域，而上帝邀请我们住在这个里面。那很多人就自己很喜欢跑走啊，那怎么办？上帝又告诉你，我牺牲我的爱子，叫你有一个管道可以再回来。我们很多时候都过河拆桥，可是上帝就用耶稣基督来成为这个桥，再把我们接回去。在今天的经文，最近我们之前在读以赛亚的时候，也有读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上帝的心意不是要叫我们经历那个灾祸而已，他没有应许我们不会经历灾祸，但是他应许我们，他所赏赐的意念是在各样环境当中都使我们的生命有平安的意念，为了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听到这里，弟兄姐妹，如果你最近的心就是在那个忐忑啊、不平安啊、焦虑啊，怎么延长了？怎么还200多例？怎么疫苗还没好？弟兄姐妹，我们要先来想一想神，我们要先来祷告神。这位神是在历史中掌权的神，特别最近看以赛亚书，大家都知道，他在历史的未来已经预告了，他在历史的过去也已经讲到了。他是这个掌管所有历史的神，对我们来说好像有过去、现在跟未来，因为人受时间的限制。然而这位神他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用奥古斯丁的说法，神是活在永远的现在。就好像我讲完这句话之后，刚刚那句话已经过去了，你们听到了吗？我们有过去，上帝没有过去，他活在永恒的现在，所以未来对他来说也是永恒的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要恭喜你，因为你的未来就是上帝的现在。如果你现在是平安的，上帝已经让你活在他的平安当中了。如果你现在是不平安的怎么办？上帝也告诉你，他活在永恒的现在，每一个人只要跟他连结，你都能够享有那个永恒的平安，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神，是让我们有指望的神，是让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的神。如果讲到这里，你觉得刚刚黄牧师、世谦牧师你讲的太玄了，我听不，那我要邀请你，因为我也不是一次就懂，
是一直在这当中学习，一直在这当中努力，一直在这当中读经，一直在这当中思想上帝的话语。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你常常要思想上帝的话语很容易。不过在今天我要邀请这些，你常常会觉得我只要想到这我就想睡觉，我只要想到我想不下去，我只要想到听不懂，要打电话给牧师问一下。其实可以啊，你可以问的，不一定要问牧师啊，你可以问小组长，或是问这个你觉得在信仰上可以教导你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来思想神的话，好叫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哪些宝藏，但是我们自己好像之前都没有去取，现在可以去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是腓立比书，也是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他讲到了2件事，这段蛮长的。简单讲，就是要我们去思想那些美好的事。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因为人都是大脑，应该说大脑。如果你读脑神经医学的人，你会知道，因为我们的大脑出于本能要保护自己，它要消耗最少的热量，所以它都会从简，它会找最简单的来想，最简单的来看，最能够吸引注意力的，因为这样就不会消耗太多热量。你可以去想，所以你生活中你很容易看到缺点，还是容易看到优点？这是2个方向。我们的脑是可以训练的，可是在这个训练的当中呢，这个方向是训练往那个悲观的方向，还是往那个乐观的方向？是训练是不思考的方向，还是思考的方向？是训练那个属神的方向，还是不属神的方向？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我们要常常来思念，有什么真实的？其实它真正意思就是上面讲这样，真实的景况，有什么可以尊敬的，有什么公义的，有什么清洁的。有什么清洁的意思不是打扫干净，是讲单纯，单纯信靠神。有什么可爱的，让你看了就觉得哇，这个好棒，不是那种 cute 可爱，是说看到你就会喜爱的。有什么在这里面有美名的，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要常常来思念神认为美好的事，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事，而且不只是思想这些事，在第9节就讲到，这些事你们还都要去行。去行做什么？因为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这个平安就临到我们了。大家有发现吗？在这段经文，我刚刚已经讲，这是人生使用说明书，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生活说明书，完全就是啊，他告诉你你怎么想，然后你可以怎么去想，然后你看到什么你怎么去想，然后想完之后你要怎么去做。你看到一件事情，你看到它好的还是坏的，然后你要怎么去做，这是一连串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开始可以看到生命中美好的那一面的时候，你就能够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也邀请大家来看一段影片。新冠疫情本土病例连续几天破100，许多人身边开始有亲友被匡列，甚至染病，每天的生活似乎笼罩着一层阴影。但是当癌症末期的病人又染上新冠肺炎，却还能好转的真实案例传来，却是大为鼓舞人心的好消息。Good TV 讲到节目讲员，美国国际祷告殿大学中文部主任祭司尼寇牧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其实圣经的确有一个时间表。他在2020年走过死荫幽谷，台湾现在正经历防疫3级警戒。他以自身的经验鼓励大家不要惧怕，要相信上帝掌权。一吃一喝就开始吐，然后所有的嗅觉，smell 嗅觉跟那个味觉吃东西都没有感觉味道，因为我是个非常爱吃的人，但是就在那段时间，所有这些感官都没有了。祭司2018年罹患乳癌，病情日益恶化，
隔年癌细胞就扩散到肝脏、骨盆，进入了癌症末期。然而就在2020年10月，又被确诊了新冠肺炎。我并没有很害怕，说真的就觉得碰上了，因为我已经是面对癌症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当时是4期的癌症，就是说已经蛮严重的，我的整个癌细胞是已经扩散到身体的5个器官了。在又被这个新冠又在被一击的时候，好像没有，我真的是其实好像没有增加一个困难度。回想起2年多来罹癌的历程，多次心情曾因医师的宣告而跌到谷底，感到无助的祭司反而因着家人、弟兄姐妹的鼓励，以及不断的和神祷告，了解上帝才是做决定的神。我觉得就是做自己该做的本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能被惧怕吞噬掉。我就发现很多周遭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我也有朋友他是得新冠，但是我就发现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他也没有死，但是到现在他提到新冠，他都那个叫做心有余悸，他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很可怕，所以那个之后呢，他就不敢去人群。短短2周，祭司的新冠肺炎就康复了，但随即就进入与肝癌末期腹积水的对抗当中，生命似乎要走到尽头，但是祭司在祷告里仍然有永恒的盼望。我觉得如果神要把我接走，好的无比，我可以与这位主，我日夜所读到，我所分享的，我所讲到所分享的这一位，我如果能够与他面对面，好的无比，我就开心的不得了。祭司的病情在今年3月突然反转，癌症指数以及身体的不适奇迹式的好转，消息在所有认识他的基督徒及教会中传开，带给人极大的鼓励。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最后的 final say， 最终的决定权不是在医生的手上，真的是在那个创造主的手上，真的是在那位掌管生命的主的手上。所以你跟他对齐的时候，那是首要的一件事情。真的，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是台湾的基督徒最好起来、兴起发光的时候。当周围的人都很惧怕的时候，为什么你这么喜乐？为什么你也跟我们一样要被关在家里了？你这跟我们一样要这么多的不方便了？为什么你能够喜乐？为什么你有不同的看法？This is a perfect time. 祭司见证了上帝是赐平安的神，在爱里没有惧怕，是基督徒需要抓住的核心。以上是 GoTV 新闻中心美国连线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很特别？他叫祭司。每一个相信神的人，我们信徒皆祭司，因为每个基督徒就好像在人和神面前，我们让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跟神来连接。我们也将神的话语带到这世上。在罗马书12章2节就有讲到说，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讲完，我讲另外一个版本哦。他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在他的见证当中，你有听到一个很重要的话吗？生命的决定权不是在医生的手中，也不是在病毒的手中，而是在这位上帝的手中。如果他创造你，他的心意是好的，他对你生命一切的计划也是好的。在这当中呢，我们面对世界许多的价值观，更是要去谨守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属神的价值观，什么是神对你一生的呼召，什么是神他爱你的方式。或许在这个环境里面，很多时候你很难去想象，不过神却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更让你抓紧上帝的心意。不要让这个世界来改变你，而是要让上帝来改变你。透过你的思想，他要更新你的生命，让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的生命是不再一样的。
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意思呢，在他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他要恢复，可能从过去的伤害、过去的思想、过去的经验恢复过来，他要被神来修复，在一点一滴属神的思想里面，他被修复起来，甚至是一个比新的还要好的状态。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祝福跟应许，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愿意相信，我邀请大家，你站立起来，我们再一次用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宣告，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读这段经文，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姐妹，我邀请你现在就开口来祷告，为你的需要来向上帝祷告，为你今天听到的讲道向上帝感谢，为你今天领受从耶稣基督来的救恩，向他来表达你需要被拯救、需要被调整、需要被更新的地方。求神给你从他来的心思意念，因为他对你的心意是好的。我们开口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回应，我们来领受这受教的心，来思想神的话。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牧师要再次的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口来祷告，我们要来为台湾现在疫情的情况来祷告，为现在许多在工作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出入平安来祷告，为你在家中的生活内心有平安来祷告。牧师也要邀请你，你要更重视你的内室生活，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的生活，去想想你自己应该怎么在神的里面来生活，因为他的心意是要赏赐他的平安给你。我们开口为台湾来祷告，为台湾能够进入在上帝的平安里面，我们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用十架的宝血洁净遮盖
代替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主啊，这个新的生命是回到主你创造我们的心意里面，不再被这些罪恶辖制，不再被自己的思想、情欲、意念来捆绑。因为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得着从你来的平安。主啊，孩子要在这个时候奉主耶稣的名捆绑那些悲观的想法，主啊，捆绑那些苦毒的思想，捆绑那些忧虑，主啊，捆绑那些批评跟论断，主啊，要离开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要离开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环境里面，离开我们的家庭的那个空间里面，离开我们自己心里面。主啊，谢谢你，因为主你要将你的平安意念放在我们当中，如同你的话语说，主啊，你要我们一无挂虑，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向你求，主啊，我们要向你求拥有你的思想，我们要向你求拥有你的意念。主啊，我们要向你求拥有从你来的行动，在这个世代里面，透过我们今天线上的礼拜，透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要成为祝福分享出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恩典。愿阿爸天父你永恒的慈爱，主啊，你创造天地万物，你说这是好的，我们要领受这样的意念。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替代我们，叫我们不活在罪疚的里面，而是要救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愿圣灵的感动天天与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不论是在家中，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线上的每一个管道、每一个连结、每一个视窗当中，主啊，你的爱与我们同在，带来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赞美，我们要来赞美这位信实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手。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我们一起举手。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耶！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一起享受这个周六礼拜，还有华语的礼拜。求主赐福你，愿上帝赐福你，在接下来一个礼拜，带着平安，带着喜乐，而且一无挂虑的，常常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祝福你们，我们今天礼拜就到这里，谢谢大家。